Serena 係深光學校嘅畢業生，透過深光學校 Project Work 計劃喺香港紅十字會實習，每個星期有2至3日會返嚟工作。咁我實習嘅單位就係 CMRS 啦，即係社區避災服務。咁我嘅工作內容咧，主要就係聯絡一啲參加者同埋一啲合作伙伴啦。另外我都會負責做一啲活動嘅事前準備，同埋帶領一啲防災活動，去同公眾講解一啲避災嘅知識。Serena 除咗外出嘅推廣工作之外，都需要喺辦公室工作。佢有一套方法去幫助自己融入職場嘅工作環境。我工作其中一個嘅困難就係唔熟悉一啲軟件嘅操作啦，因為喺以往嘅工作裏面，可能有一啲軟件我係比較少用或者係未用過嘅，咁我就會嘗試去自己去摸索嘅。例如我會問下 AI 啦，熟悉讀屏嘅朋友啦，或者係問下身邊嘅同事咁樣咯。香港紅十字會會喺社區舉辦共融主題嘅活動，都會為唔同背景人士提供工作同實習機會，推動多元共融社會。我覺得做好自己好緊要啦。除咗做好自己之外咧，其實機構嘅配合都好緊要啦。喺我到職之前咧，機構都好好啦，有安排我去呢一度熟悉環境啦，例如俾我試用下一啲嘅設備啦，同埋俾我了解下周圍嘅環境啦，安排咗我參觀成棟大樓，咁就了解唔同單位嘅服務，咁令我對呢個機構咧係更加有歸屬感嘅。喺今次實習主要同 Serena 一齊工作嘅係 Winnie 同 Mandy，佢哋都係第一次同全失明人士一齊工作。聘請前，因為我哋知道一個視障人士自己會預先話佢覺得佢做唔到，但其實佢現實做嘢上面係真係做到，好似我哋去 workshop 咁樣啦，教啲同學仔黐窗，因為俾佢哋黐窗嘅話，你要知道個位置係點啦，同埋你要形容俾佢聽個米字係點樣黐嘅。開頭我會覺得佢會唔會好困難呢樣嘢，但後期佢識咗之後，佢唔單止佢自己明白到呢樣嘢點樣做，佢仲可以自己上手去教一位視障嘅同學仔。經過今次實習 Winnie 同 Mandy 覺得同全失明人士一齊工作同一般人士冇乜分別，反而令到自己學到更多。深刻嘅係佢俾我哋去反思返，其實究竟視障人士同我哋所謂一般健全人士，其實係咪真係咁大分別？個嘅提醒係佢哋可能係有唔同殘疾嘅缺陷或者一啲嘅限制，但係未必真係因為呢樣嘢會而影響到佢工作嘅表現咯。大家要願意踏出嘗試嗰一步咯，係啦，因為如果係因住唔同嘅殘疾人士佢嘅限制而去卻步咗嘅話咧，其實好難做到共融。